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是请咱闭万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咱默祷。耶和华啊，之水会架脚伫你的步边，之水会徛起伫你的圣山，就是所行正直、所做公义、心内讲诚实的人。我们在敬拜之前，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那全能的神，我们赞美你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。主，你的大能为我们除去一切的捆绑，因你是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神。主，也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在这世上得胜有余。世上虽有苦难，但因着耶稣，我们得以平安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这样子赞美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能一起站立起来敬拜。那假如说你的身体不适，或是想坐着敬拜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，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。靠着耶稣。
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这大战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在你爱里宣告，在你爱里我要宣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神的主人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神的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再一次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神的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。我们的神是最渴望的，就是和我们能够回转向他，可以来亲近他，与他建立那真实的爱的关系。他渴望爱我们，与我们同行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深深的敬拜他，再一次的对神说，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来回应神的爱。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献上我的爱，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渴慕你同在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，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献上我的爱，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的敬拜，深深的渴慕你
深深地敬拜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让我们持续站立。这时请咱继续徛咧，咱三甲来念使徒圣经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两个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里听阮阿爸，听阮的阿爸爸，阮是阮的主。阮献上感谢，阮搁一届用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掠主最欢喜，领受你的供养。恳求主，你的灵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，阮降服伫主的面前。你拍开阮的心，互阮每一个人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得到帮助。阮要搁一届认阮的罪，求主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，使阮有勇气气力，互阮活动会当甲你、甲厝边、甲阮的兄弟的关系得到恢复。阮为着侪侪阮所想到的兄弟，有身躯病痛的，恳求医治的神甲因同在，恢复因的健康。有人心内忧闷，恳求主光照因的心，教导因带因。有人有经济也是工作上的重担，求主保守看顾，想使因有气力。有拄着试炼甲挑战的，求主想使智慧，互因会当得胜。有出外也是拄着困难，无伫阮的中间的，恳求主想使平安甲因同在，无论因伫啥物所在。阮感谢主，你有调度雨水，互南部的欠水得到解决。阮恳求主，互台湾伫面对真侪新的科技，逐项的建设在进行，制度在转型的时阵，求你引带各行各业、各阶层的领导者，想使因有智慧甲疼土地的心来服务甲管理。这是阮感谢你。今早起的礼拜，阮要搁一届来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来感纳。阮感谢你有想使引带蔡长老照着伊来透放你的启示。阮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心，互阮每一个人领受你圣神的帮助，重新得到气力。感谢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感谢圣华对因美好的歌声的娱乐。这是咱来强修上帝话。今日的圣经在诗篇第121篇第1节到第8节。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，由我来读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。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。看，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也袂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平安的7月暝。这个世界祈祷，望咱主万真感谢你，还有这个机会参加来圣殿来敬拜你。我一面人吟诗，一面用欢喜的心到伫这个圣殿来敬拜，主讲伊感纳，小使阮平安，使阮心恬静伫主的面前。主讲你看到你丈母娘，伊真爱来礼拜，总是脚无方便，主讲你真正看互伊脚赶紧来得到医好。也帮咱照顾我这身躯白疼、心灵创伤的人，主看佢的手压扎因的身躯，还得到主你的恩典，得到主你的恩惠。万一要谦卑，变看阮的内心伫咧面前，主佢圣性兼我三个地地安尼祈祷，我只要所祈祷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有没有在平安？啊，一礼拜无看到吼，咱讲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咱已经隔到21秋了吼。咱形容看到迄个园长了因弟弟吼，恁弟弟嘛吼，白头片较少咧，吼，快点来，非常欢喜吼。你起来我看一下好无？足久无看到你啊！平安啊！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看到是真正因弟弟啦吼，来请坐来，可能你。别个7月暝，讲你到7月时阵吼，咱到拜三吼，鬼门关会开，鬼啊拢会拼出来。我从足细汉的时阵伫庄骹吼，迄囡仔人咧讲阴阳眼吼，咧讲迄八字较，毋知叫做较重啊较轻吼。啊，用用个厝尾顶个甲你讲。顶房有人咧走，有人讲安尼信基督徒的人安尼相信鬼，信基督徒本来就相信有鬼啊，啊无要免咱预备赶鬼。我伫大学时代对阴谋师就开始带咧赶鬼，我哋今日到就赶啥变鬼？有鬼无？有鬼，伫即个社会嘛是有鬼啊，哎收鬼啊啦。你我若当记咧启动的时阵吼，阮老爸细汉拢时阵拢足爱看迄个人咧举艺稿。好，啊！若开始当去启动的时阵，啊，都带会较早当去真正鬼啊附身的启动咧，啊，无甲喷啊规拢会吼，啊，甲符啊扑咧，啊，都真正无位啊。啊，若特别要启动，拄扑一波啊，足疼的吼。啊，就讲有信教的无？有信教的无？哦，我老爸就讲好，咱好走啊。因为信教的吼，做顶叫做看大印，啊，领细叫做看小印。啊，若信教倒遐拢启动起袂起来。啊，即阵足侪拢假的啦。所以有鬼无鬼？我老爸嘛甲讲有鬼啊。总是咱时安他无咧惊，啊！你拜就拜迄个上大个啊！你较鬼较偌大嘛，袂平遐数较大。所以讲，咱若较说，伫平安的7月暝到拜三时鬼门关开的时阵吼，咱免烦恼遐济啦。咱以前毋知咧追求啥物，你咧追求功名，哇，官愈做愈大。哦，最后会当做个总统，总统一个尔咧吼，哦，逐个嘛变啊，啊，大家拢讲为着国家服务，啊，真正偌济人为着国家服务。咱为着家己的名声，你也看哦，特别啊，总统咧选举吼，咱若是讲咱即阵拢讲3组还是4组候选人，是到登记吼，拢真侪人去登记。踮诶台北市长有一个为着唱迄首歌啥，无啥物迄个一个华人去唱歌，为着要唱一首歌吼，去了200万去登记，啊有效无？有效呢。人个你个联总晚会吼，有请伊去唱歌吼，都超过200万啊呢。知名度个算个评论讲伊写我感觉袂歹听咧，唱了我真正袂歹呢，现在应该来参加咱圣歌队。那有当时为着利润，哇，赚大钱，赚大钱重要无？足重要的咯。
我看伊当趁大钱哦，你讲明你愈来当趁大钱吼，我咧店我子孙三代哦，一直咧代安尼拢好个，出事就甘更两时啊。那有时安尼看啥物混吃啦，啊，都反正我是甘更两时出事的吼，啊，我都安尼，反正阮老爸老母都办一道财产互我较食都食袂了，啊，迄普通拢一捆仔就了，跋一遍饺。迄个以前迄个说叫啥物？迄个杨桃吼，伫阮局这迄一日尔，一暝尔，啊，拢输了了，跋筊上紧吼。5张就跋筊上紧，所以我毋得跋。因为我5张定定要出去佚佗吼，啊，出去佚佗加减弄去赌场吼，佚佗者就好啊。相对安怎？为着咱后代，咱欠长内都拢是为着后代啦。好，咱顶礼拜吼，有迄个安尼，迄个青少年的学期吼，都要做敬拜赞美。哦，顶礼拜学期都要做敬拜赞美，啊个主日要献诗。好，我学期做敬拜赞美吼，我使今仔日吼，咱今仔日咱的迄个预防家迄个人均吼，因在遮带敬拜赞美足水的。总是你发觉无？迄青少年带敬拜赞美吼，逐个目睭拢足大蕊。吼，迄徐爸爸啦，迄贝如啦，迄咱的世军啦，咱逐个哦，迄欧巴，尤其欧巴带带即个团队啊，逐个咧目睭拢足大蕊啊，看咧迄落啦，迄个徐妈妈咧欢喜啊，看个囡仔。咱看后代咧服侍时阵吼，咱所有的心诶嘛是伫后代顶悬呐。阮逐日叫阮太太才拢讲一句话，阮迄个即满满4岁啊，阮去食细只高山，咱满4岁。两个转着就讲，阮细只高山愈行愈古水呢。啊，阮两只拢会晓讲外国话，干那阮两个听有尔。啊，你愈去我去讲哥哥，去哥哥。哦，你哥哥，因两个都毋知，我咧讲啥，阮两个拢听有。因为讲到尾就是咧讲壁虎小姐，吼，逐日拢为着迄只壁虎小姐，会当找2点钟。所以你看到后代成长的时阵，人感觉真欢喜。虽然圣经甲咱讲。今日愈是遥我所属的产业，总是咱看今日落敬拜时阵真水。但对了，你看以往家有伫遮咧服侍，你有欢喜无？足感谢主。迄是真正真水的一个典范，真水。因所学的物件，不管是插花，不管是遮敬拜，不管是遮侍奉，这真水的物件。咱的囡仔后代一代，咱伫遮所有敬奉拢足水的。今日直播吼，从西装。顶悬即溜扭起来，为着安尼，我今日即溜扭起来吼。哦，你注意甲看吼，这无扭起来袂？我冇扭起来吼。你若无扭，我就无对无扭啊。哦，小可2个平衡一下吼。啊，但是感谢刘牧师啦，刘牧师本来讲迄出西装要我穿吼，但是不要紧，我穿是属下个。相对咱有当时为着啥物？咱为着讲啥一个虚名啦。咱为着迄个虚名，为着空的名声。吼，迄若做刘伟人若无做吼。哦，你有当时感觉足可怜的呢？为着刘委员无做，伊即马到日无场合，伊拢要去讲2句话，啊，着前立委，啊，无着前监委，啊，无着前监委，前立委，啊，本来拢坐伫头前，啊，慢慢啊，分咧一直刷到伫上下壁。啊，某一个立法委员吼，以前我拢看伊足爱讲话，啊，一遍伫分咧时阵我去，啊，看讲，今日才无看到伊。啊！迄个主人讲无留啊，为甲摆伫上下壁遐好，无种要抢来头前讲话，但拢爱做迄个虚名，所以上重要是啦，平安啦。所有代志拢无平安较重要，平安永远伫咱的心。讲到即句平安，共托着祝福，家己想着得着平安。请你甲准备隔壁用心哦，先甲祝福一下平安咯。平安，真正咱拢是咧平安。你看你教会讲到平安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哟，这个心真是感谢主，这真水的代志。几月伫要到啊？吼，就是禁忌的啦。吼，讲吼，毋通洗头啦，啊，洗头几爱护心嘛吼，啊，毋通迄个披衫啦，惊几啊米伫内底啦，吼，啊，毋通挤月娘啦，吼，啊，毋通做啥物事。我吼，阮兜搬20几摆，讲起实，阮太做伟大吼，我搬20几摆厝咧，然后。有人搬厝，譬如讲较接的人，请你来找我讲，咱两个使来比较看嘛咧。啊，阮拢当时搬厝呢，7月搬厝好，迄种7月搬厝一步好，车好车，搁好抬价，啊，拢无人烧手，吼，所以7月咧搬厝吼，迄毋若甲你服务啊足好个，啊，搁介绍足俗个。7月无人搬厝哦，咱来基督徒来搬厝拄啊刚好，
吼啊，毋免去安心位吼，咧搬厝，若特别搬入去迄个搬车司机，就迄个搬运公司就讲，啊，这要囥倒对，我讲啊，不现在你囥咧就好啊，摆好就好讲，毋通啦，你无叫人来看哦，我有啊，我家看了，你若摆拢出水诶，摆好较好咧就好。咱要咧惊7月，要咧惊啥？哇，7月金鱼足济吼，其实讲7月吼，讲个较恐怖。7月吼，几月到1个月呢？啊，总是吼小鬼放假2个月。吼，你咧爸母吼，啊为着即2个月去母囡仔，即摆我拢会带去儿童乐园，儿童乐园只要开到9点，先甲你预告一下，开到9点，啊，毋是叫做新冠票一个120箍，你啊哪济拢袂要紧，啊，总是吼毋通去买迄是安怎呢？你拜2拜1补较济嘛，找做3项4项尔，啊，你120箍哪会好？啊，所以相对的伫迄个新冠票内底啊。你看到儿童，哇！几月时阵，颠倒是逐拢足趣味啊！但是迄2个月吼，你全程是咧陪这囡仔吼，啊，有爱上班呢，啊，著甲送去安心班。所以颠倒休即2个月吼，逐拢足头疼。安心班了后，还去做功课，所以讲你也看爸母常常拢去迄个水沟边吼咧掠昆虫。伊个功课内面有昆虫，啊，昆虫其实囡仔的暑假功课都是父母在做，吼，拢去掠昆虫。阮细拢去掠萤火虫，阮迄阵住周美拢有萤火虫，即摆种遐侪着啊！哦，周美足水啊！即摆都我都变4颗，哦啊，足恐怖是安怎呢？啊，几月1个月尔，迄2个月呢？哦，啊，几日的时阵吼，啊，鬼门关的时阵吼，你甲祭拜好兄弟啊食，你甲祭拜咧吼，啊，物件你搁家己当食呢？啊，你若囡仔的时阵，拢物件食落拢无用的啊，愈买愈侪物件，所以讲恐怖是安怎？颠倒吼，暑假吼，小鬼吼比真正的鬼难惨，小鬼难惨。所以上帝时阵吼，伫9月时阵，咱拢会惊啦，会惊东，会惊西啊。一个人，哇，伊雄雄，佢要去阿里山出差。阿里山吼，伫以前的阿里山啊，感觉足偏僻的，啊，风景足水的，伫日本时代足水的，爱去阿里山出差。啊，当去阿里山出差的时阵，因太太伊足想要因太太缀伊去，但是因太太吼暗时一定爱共回批，所以惊无网络。伊甲因太太讲吼，啊无我先起来啦，啊都无网络，但是我足想你的，啊你看会当起来袂？讲袂啦，我起哩，我都因为我暗时拢爱去人联络，我做生意爱去人联络，啊无你起哩就好啊啦，啊较紧倒来，哦爱着一个去到阿里山，去的时阵讲我就讲，哎哟，佮网络啦，佮有电脑。哦，伊足欢喜，伊紧发一张批，互因太太 CHAI1234，吼，因太太会迄个头前的迄个号码吼，那小老鼠吼，就雅虎。结果 CHAI1234的时阵，伊拍了伤紧，转12345，批转发对别人去。啊，发的迄个人吼，拄啊一个当啊酒馆的寡妇，伊翁拄啊当告别式，拄啊当结束了后，发去。迄个人伫告别式了后，即个酒馆负责人对到厝，回到家以后，把电脑打开，想说小可整理因翁的物件，看到突者跳一个信息，哦，这个信息写啥物呢？伊讲可爱的亲爱的妻子啊，我已经吼，你收到我的批，你感觉足戆硬，我入去到早讲，现在有网络啦，有电脑可以用，所以我赶快发信给你。哎呦，你还好，和孩子还好吧？哦，这个地方非常的美，我已经住进来了，我非常想念你，我已经交代这些经办人员，明天就把你接过来，我们又可以团聚在一起。你太太讲我难当啊死啊，所以我配合我转飞机，因囝看到飞机，所以佮撞入去，配看看，爸爸写配合妈妈，亲爱的妻子，看看就因囝飞去。咱条当时啊吼，伫过时阵啊，家己咧惊家己啊。好像一个人住咧形容暗时要坐车，讲无钱去食饭食饱，住餐厅的时阵拄啊无钱啊，转敲电话找人，讲摕钱啦。迄阵拄啊7月拄啊拜三，柜门拄啊开，迄阵住目口拄啊等，啊一个阿婆啊过来甲讲，啊你咧等啥？啊我等厝里的人摕钱互我。讲你啥半暝咧等厝里人摕钱互你？啊我都无钱啊。看，足侪人围过来，伊咧创啊，伊咧等厝里人摕钱互我，大惊啊，大拢走去。咱有当时是家己咧惊家己啦。其实吼，雪山未开通以前，有一个叫做9弯18拐，咱拢知嘛吼。对台北一定要经过基隆，啊，大概9弯18拐，啊，入去以前你也走过9弯18拐，你就知，吼，足侪拢门子，足侪银纸，迄个所在常常出车祸啊。
啊，一个人吼，伊想要去宜兰。啊！因太太甲讲，啊无你较早去家人先去过暝一下啊！日时较有精神咧，豆豆开去，讲袂使啦。阮咧，迄宜兰是8点啊，暗时我台北阁有代志，啊无我半暝开车啦。哎呦，毋通啦！迄918怪足恐怖的呢，你半暝开车，伊讲无多，啊半暝嘛得开车，无迄生理无讲嘛袂使啊。生意不讲也不行啊，所以讲伊暗时就开始开车，伊开足慢呢，啊足紧张的，好我拢开远灯，好一直开。你要到啊！你要到的时阵吼，伊看到一个一直甲举手，穿白衫，好，伊就倒头开，毋知是要停啊，要不要停？好，倒头开去看讲，哦，到遐佫看到迄个有抱一个提篮，啊有一个婴啊，啊倒来起来讲，啊我来甲放咧，看到嘛可怜，看到的时阵吼。伊就讲好啦，啊无车就停去的时阵，看到即个是安怎？是一个长头毛的，啊伊风足大，啊头毛规拢砍咧啊！吼，贞子吼，拢砍咧啊！但是手摕一个囡仔，嘿，那么你就讲，小姐，你要做什么工？我现在找不到车，可是我急着，我要搭车，你能不能让我搭一下便车？伊讲好。去看枪开去靠，然后摕一个人枪开时，迄目口风真大呢，冷风安尼升入来，看到哭，佮看到门哭一下，伊头拢毋当屈，车开始启动，愈开愈紧，伊开始小姐你要去哪里？拢无人甲回答呢。小姐你到底要去哪里啦？无人甲回答啊！啊，他看到囡仔吼。啊！咧困啊！咧夹喙齿，紧来，乖，哎呦，小姐啊，你要去哪里啦？拢无人甲回答，都看到宜兰公路顶要赶紧出去了，停到路边，我头看讲，无人呢，敢一个囡仔？系啊，我边啊派出所去走去，甲派出所讲，警察大姨啦，拜托我这边来开会吼，我着半路去撞到一个啊，即摆即个囡仔吼，是夹到你遮。坑咧，伊就进去开会，心无平安呐、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想看觅？哎呦，有可能哦，去撞到迄落安尼，哎呦，拄安尼去谋杀去的，哦，足可怜的，即个有可能足可怜的啊！我毋知安怎袂到开会到中昼休困，挡袂牢，紧敲电话派出所讲，我就是摕迄个囡仔来迄个啦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好，迄个派出所迄个主管人听到，随甲骂啦！你这个少年你是咧创啥啦？人吼抱囡仔要对因做过来做了要去因娘家啦，将囡仔放到车顶门关来要摕行李，你着车做你走啦！害因老母一直追啦，好甲再有车到载着因老母，经哭我个目睭拢肿起来啊啦！我常常嘛家己惊家己啊！7月中咱去想看觅，这世人你犯着鬼，你会惊袂？咱会惊，总是有主通我可你有啥物通惊呢？所以咱常常咧想这样事，那有信仰就真正袂惊上。咱来看一样代志，最后说基督吼用5饼2鱼，哦，足侪人食到饱嘛，是不是神机？大神机耶！所以看到耶稣，那耶稣甲讲你们到对面去，我爱去你，暗时我爱去祈祷。耶稣祈祷了后，天地要光的时阵，哇！迄个门徒吼，坐迄块船仔的时阵吼，撞着风影足大的，撞着风影，佮雷公四那的时阵，看到海面吼，最后所基督行海面。圣经内面记载啊，行到海面的时阵吼，这信徒那想我这耶稣行海面，他有啥物？5块饼2尾鱼，就5000个人食到饱，佮扣12斤呢。这个没什么好怕的嘛，对不对？会惊袂？会哦，哎呦，贵啊！所以咱四做人卖惊，当然咱看后壁就是彼得讲，我嘛要行海面咧，叫摔落安尼。所以咱着了足侪惊东惊西啦。伫圣经内面嘛，甲咱讲，虽然你足有信仰，你有当时会惊。最近咱基恩场有铺一个，迄个叶伯翰牧师。我真正这4年到即阵，目前上钦佩的是叶牧师。伊本来是个惜命先，所以对民间这个风俗，其实圣经的足令咱研究了足令咱好。伊会当甲你解说
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衰运，什么叫做歹运，其他破的是算叫歹运。我正讲是7月，你后用，你叶牧师有 YouTube 内面足侪伊个。不管你犯着、阴着、冲着、激着、煞着、克着，伊拢甲你教讲要安怎来改。总是伊甲你讲将上重要，就讲这个代志来世界有效无？有啦，但假使伫迄个命中间是有效，因为咱讲命是命中注定，运是行落叫做运嘛。总是吼，你若毋免改，你若上帝会替你祝福，这个代志就解决了啊。若假使上帝要你临到的苦难，你去世界嘛无效啊。所以相对的时阵吼，咱有时间咱去看叶牧师即个大世界。咱看迄个李家通教授，伊常常写足好的文章，又写到一个南投的一个一个神父，特别过身以前，伊甲传教的一个会友，一个律师来讲，我遗嘱，互即个少年张神父吼，开始我将我遮遗产拢总要互伊，但是我有叫你来立遗嘱做见证。即个牧师甲讲，你若继承我的财产时，你要做7项代志。第一项啊，啥物人迄个张妈妈即个囡仔有食毒啦，啥物人无头路啦，啥物人的厝人吼做歹囝，啥物人你爱处理足善，你爱甲关心，啥物人拢总讲7项代志。然后转摕一个箱啊，讲这是我的财产，拢总互你。当即个老神父过身了，伊就去律师遐，律师就摕即个箱啊出来，甲显开200箍，佮刮旧衫。加起来圣经，伊就讲，这神毋着叫咧生笑诶。医生交代我7项代志，结果200箍，200箍我凊彩薪水嘛凭这较济。总是讲既然老师傅咧甲我交代，就照安尼来做。当有时间你家去看吼，叫做《穷人的遗嘱》，你有时间上网络去看一下，你会看足感动诶。这老师傅，这个少年师傅怎开始照7项代志安尼做了后，20年后，这个律师会必须咧甲整理物件。突然看到这个遗嘱，甲讲，这个老律师讲，无我甲来看这个新的这个张神父吼，即个较老啊嘛吼，已经40-50岁啊。我来看有执行遗嘱无？伊转去问伊，讲你有执行这遗嘱无？伊讲哎呦，足多谢，好甲在老神父留互我这个遗嘱。这意思足尔啊好诶！我做7项代志拢总甲做了后啊，我甲做了后，发觉吼，我诶心足快乐诶，我诶心足平安。原来若疼人心，就得到平安，是少年大遗嘱，这真水吼！所以咱知影，这平安，你有疼心上重要，就是个平安。咱做日嘛吼，做日科比地丢了，甲咱传一篇文章，写讲啥物？先讲是台看面那天的时阵，有一个台护理长，足侪人死即个嘛，无做上大，足艰苦的哦，伊做甲足无用的，有当时大，甲你做大来起啊大来，我都做甲足忝，做甲足艰苦。一个5岁囡仔，伫边甲讲，哎呀，有天使在拍你的肩膀呢，有天使在拍我的肩膀。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有天使在拍你的肩膀，讲我是基督徒。一听到讲有天使在拍我的肩膀，有天在加三到地底，哇！心中开始感觉讲足冲击、足满足的。为着安尼，伊开始做工足有力的。迄个囡仔，伊讲我跟你宣导耶稣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不是基督徒，我教你耶稣。伊妈妈在边啊，讲我给恁介绍耶稣。小孩子说不必了，耶稣每天都来看我。那耶稣跟你怎么说？耶稣说他会带我到很美丽的地方。什么时候？2个礼拜以后，让我跟妈妈可以讲话。2个礼拜以后就带我去。妈妈说一定考2礼拜，我囡仔都要去呀。2个礼拜以后，他终于走了。这告诉你，若有闲时，麻烦你家看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所以咱看这平安的源头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，甲咱讲啊，咱知，这是上家的诗上行诗。什么叫上行诗呢？犹太人一冬爱3摆入去耶路撒冷朝见上帝，上少啦3摆。所以因哪行吼，因为耶路撒冷伫山顶，锡安山伫山顶，互因哪行哪唱歌，愈唱愈快乐，想着要去圣殿敬拜，足快乐的。我毋知你今日来敬拜有快乐无？
有足快乐的啊，来敬拜足快乐的。你看阮透早起来8点，我就准备开始来敬拜足快乐的。啊，从今仔讲到搁看一遍啊，哦，足快乐，感觉咧足准备的，来敬拜是足欢喜的。啊，今仔日弄迄台车，搁无注意去闪灯吼，好好甲在文明主甲我讲闪灯，啊无啊礼拜了后吼，是阮两个带用刹车的。但是人迄个美女者讲你免烦恼啦，咱教会足侪人都刹车拢刹会到吼。所以相对的足快乐，这上样是安怎？我心中入啊黄山，我的班长对倒落来，家己问家己答啊！我的班长对创造天地万物耶和华来。咱边个源头对对呢？咱边个源头是主神的上帝啊！咱边个源头是你入啊黄山要创啊？你主神的上帝啊！入啊黄石山，主神上帝，因为你一面爬一面唱。哇！你啊礼拜一面开车时阵足欢喜啊！我今仔要礼拜，阮啊咧礼拜时阵吼，啊拢会开始放歌圣诗，就今仔日因为阮昨暝无练圣歌队，就今仔圣歌队阮就小可放啊放咧听，啊感觉呢啊真紧就到啊，啊足快乐的。所以咱每一个凡事交托上帝，你就会当得到平安啦。所以主要所叫讲啥呢？我甲恁讲啦，恁伫这世间上有苦难，总是我较赢世间。就是我恁伫即个世间所有的苦难，伫主的面前，拢会当互恁得到平安。你们一切的苦难，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得到平安。第二摆真是完全的保护啊！主要说叫做完全保护啊！日是太阳袂伤你，每是月也袂害你，也好保守你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保护你诶。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天使在保护。你去体会看看，我自己都有体会。每个基督徒都有天使在保护，问题是你理不理他？每个基督徒都接受圣灵在你的心，问题是你接不接受啊？你有接受圣神在你的心无？这真重要。然后你讲啊，既然这种保护，你会当得到完全的保护，这完全保护啦，你会当完全交托伊的，你会得到苦难的下啊。所以你交托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你会问第二问题，安尼是毋是基督徒拢袂得到灾难？我讲 no， 基督徒怎么得到灾难？这是魔鬼统治的世界，你才袂得到灾难，你会得到灾难啊。所以上条是安怎呢？你会得到灾难，你要安怎？我的后生，你拢应该知影吼。5当前去用告，互伊交的女朋友甲告，迄个女朋友是主动来介绍噻，甲告强制性交，互伊足歹听的做啊！伊10当拢是有人教出变人师，当然迄个过程我无要去讲啊吼，我可能今日拿分组时来甲恁分享一下。迄即5当来是真正规个家庭得到折磨。我得到大手术，我拢感觉讲，咱爱得到一个大苦难的时阵，苦难后壁都有稳定。总是你当着的时阵，家己后生时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这边安怎？伊惊啊，到讲爸爸你拢莫来啊，你莫来台南看我，台拢想讲你迄落，啊，你得伊的名都拢甲伊写是奸为之子，啊，有迄个奸拢甲伊写强奸的奸，啊，你糟蹋5当啊，啊，你我当改无，我当改，这是台湾的社会已经变态啊，哇，甲伊糟蹋，啊，结果到。拜五的时阵，到完全无罪确定，迄都本来就无罪，拢假证据啊！本来我是心足笃定讲啊，这倒一个法官嘛无可能有讲起诉，嘛无可能是无罪。伊连续不起诉3遍啊呢，靠哪都不起诉。总然我听了足侪声讲，因为对方足有钱的，伊绝对要想尽办法，甲你，互你人格扫地。因为你交的是伊的小三，交着伊的女朋友，所以讲要互你足歹看。然后我看你出来案例啊，不管是钮承泽，不管是有人，哇，这个案例的女孩子啦，各查甫车99.9%拢成立啊！你会惊咪？你会惊啊！啊，总是如果无应该安尼，迄个根本拢伪造证据，看到知啊！一直不起诉了，要强起诉，好报纸个买报纸安尼1点钟报一遍，来报啊，即马全部拢总知影讲，阮后生的人是为着伊安尼家己，你想5当安怎生活？结果最后这2当。直接去诉是2当前嘛，这收起来感谢主啊！这2当为着安尼，伊袂当去校上课，伊本来是副教授，你要升教授啊，煞全拢无伊，所有计划拢退掉。一个人直接要创啊，伊家己都上帝讲，你读师人院啊，这事实讲好佳在写上帝安排呢。互伊去读2当的师人院的时阵，伊非常认真咧读，结果第1名毕业。
2档了后，伊真无做啊，要对教谁啊？当时伊会当佫继续修的新人伊校分会当出来做牧师。所以我真感动一样代志，就是我现在铺这张图，咱看咱的老副总统去巴拉圭，结果我想讲，当去看我，因为我无啥注意我的我的电话吼，看电话内面，8点37分站的8点37分，伊发一张配合我啊，恭喜啊，你走出迄个困境，拨云见日。我该熟悉20-30档，其实阮两个毋是遮深的交情。总是足关心我，尤其我的老母过身迄段期间，说逐日敲电话互我，足关心的一个人。我无要退休票哈，我毋是咧退休票，我无咧讲政治。总是伊是我所看到的人，真正我所熟悉的人，上有绝癖，足清白，真正为着台湾。你会今日讲的时阵吼，你今日讲的，咱咧讲毋是讲543，拢毋是咧讲台湾。我要安怎有台湾进步？我要为着台湾献我的性命。即个人看着阮后生无做。随传一个，我要他想讲，当时传的，毋就伫无人机顶，无就过境美国迄阵传的。我煞袂记讲伊出国啊，毋但我去上网去看过，伊拄出国。所以我伫阮后生当时遮个时阵，我特别拢交阮后生讲一句话，跟到罗马书12章19节，人甲咱讲，莫家己心软啦。爸爸讲我们要不要反击？我不要，我们就安静，安静等候主，主弄以水的机遇。我说当日这代志，主弄以水的机遇，总是吼会用论断的，会用论断啊！上后论断拢是新人伊遐老师甲学生啊，不要紧，上帝互你的考验，总是互你看到一样事的时阵，你这个代志过去，你会如鹰展翅上腾，你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你会亲像鹰鸟踢膝飞高，你走也无也。行也无善，这是人生新的开始呀。第二点什么？上帝赐予你平安呐。你有看咱林牧师啦，伫遮咧甲咱教导，定来讲一句话啦。愿耶和华赐予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互伊面的光照你，赐温互你；愿耶和华用你欢喜的面，收赐你平安。赐平是上水的事啊。所以咱礼拜上重的是每一个结束的祝祷，牧师的祝祷，祭司的祝祷，这是互你所带着一世人的平安呐，真水的一样事啊！叫着主要所记到，你才得到真正的平安呐。主要所记到为着咱顶第十字架，这才真正的平安呐。你为着主要所记到，你才当得到真正的平安呐。美国一个师徒，这是一个律师。这个哈瑞斯斯比福这个律师做了足好个，而且去投资房地产赚足侪钱个。爱伫主要熟悉一个伊个主学同学13岁，15岁，美国规定18岁才当结婚，所以讲伊等伊3当18岁了才甲结婚。结婚了后，足美满个，生了一个查甫4个查某囡仔。迄上细汉查某囡仔2岁尔，足高水诶，家庭足幸福诶，事业足发展诶，拄啊纽约得着大火，将伊诶财产烧了了，伊诶后生也得着病过身。伊足热心敬拜上帝，伊是常常是大报道来见证，总是一切诶代志拢总，伊财产伫尾拢差不多等于拢总无啊。伊诶后生也过身，总是拄啊听着迄个英国，迄个穆迪来拢足清楚哦。穆迪咧开报道大会，穆迪有联络伊讲，你会使来我遮做见证的，听我讲几句话，讲好啊。然后伊就买船票，开始要带伊的这4个查某囝加伊的因太太去这个1873年的时阵坐船美国英国的所在。结果伊突然间接到一个代志，讲因为伊的财产会烧了，还有挂后续的物件爱落去处理，所以甲伊讲你先去，你甲讲我坐后帮船，我就对你去。这台船啊，咧开7日后吼，伫这个1973年11月22日，当着啥呢？当着在提高转甲弄落啦，船啊转破碎，4个囡仔拢落落，因太太拢落伫船顶啊。伊来到伫船顶的时阵，伊本来摕到这个渔船，伊去摸着这个囡仔，本来救着这个囡仔，但是风浪真大，这个囡仔搁冲走去。
然后一代救生船来，佮看到两个囡仔，即两个囡仔佮救无着，4个囡仔拢总丧失伫船底，敢若伊一个人拢总310个甲72个得救尔。这个人佮经过交日到因讲，因太太发一张批，哦，伊的身心是皮肤，讲一句话 ，step alone。这张批还搁伫迄个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内底。敢若我一个生存，敢我一个生存，有这个律师看到了，我嘛是爱来，赶紧搭船啊！惊遐受难者真侪人，坐一台船去要到英国的所在，到伊登到船难的所在，迄个船长广播讲。啊！这个所在就是当着传染的所在。这个大律师，伊全看到这个船仔海影，伊拄啊看，伊4个查某囝，拢总丧失伫遮，伊的财产也叫火烧去啊，伊的后生嘛破病过身，走路拢总无去，5个人拢无伊啊。看到船仔咧影，看到迄个海影，伊一个真虔诚的人，伊跪落来祈祷，伊甲上帝讲：有时我若平安，我的平安是安平又稳，我的事业本来是一帆风顺，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什么悲伤、伤势，什么是浪滚呐？迄水啊咧涌呢，迄涌呢，有当时是咱咧悲伤啊，总是。不论如何，我已经蒙主恩宠，心得着平安。伊转伫啊，心得平安。伊去想着，伊想啥物？想罗马书第8章38章39章，安怎甲咱讲？不论是死，不论是生，不论是天使，不论是掌权的，不论是有能的，不论是现在的，不论是将来的，不论是最低处，不论是最高处，不论那些其他的受造之物。最重要一句话，什么？都不能将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都不能，拢袂当互咱甲上帝听隔离，那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。人所不能当着偌济歹环境。我当时阮的后生叫判罪时，咧报纸看啊济啊，一点点来换一遍，挑着要甲侮辱，一直骂，一直甲骂，一直甲骂，一直甲骂，佮家己举牌啊，带伊大学的面前，互伊毋敢入去教册，为着安尼，家己一个带流浪。你会艰苦袂？足艰苦的呢。总是你捌看我足艰苦的表情无？我嘛想谢上帝，因为像这种上帝，互咱有定好好的，有水的字，苦难的背后就是稳定。阮后生也特别甲我讲的时候，我拢讲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阮只有祈祷尔，阮只有靠赖上帝，甲上帝讲。头前的路替阮开路，风无过一路好西世界加油，咧甲你吞食，我靠自免惊。眼前几冬的苦难，会当活着以后永远的快乐。你的人格伫世上受毁灭，总天堂得到阳光啊！就这句歌内面所讲，互咱真正会当体会到，伊敢若是约伯的。约伯上帝将伊财产送体会，那特别我今日后生常常在读约伯，尤其三次的辩论，阮就开始在研究辩论。迄个人拢就是讲，啊是你犯罪啦，你也承认你有罪。所以约伯讲，毋是上帝为水的旨，毋大概有这句话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相信亲闻有，相信见你。你就跟他感觉上帝讲啊，这跟他听，我足侪财产足好的，一夕之间都没有。咱内面足侪就是安尼，恩友教会，咱既然长老，迄名就是，加个李子木、李正龙子木，奉献所有财产啦。你讲咱迄名长老，有当时甲伊讲的时候，我有足感动的呢。伊捌一无所有呢，后生人一无所有，甲上帝讲啊，我活你要创啊！叫上帝讲看圣经啊，开始读圣经，一直读一遍过一遍，一遍过一遍，你到上帝会佫背起来。较比以前佫较好，伊佫较侪心服师。咱看到咧王文清，伊哥哥，王文章，伊哥哥王文清，
讲王章佮走去大陆甲救的，去大陆做生意做啊讲吼，无半项人要佮甲掠咧。王章佮走去大陆救，啊，佮救无着咧。尾啊，啊，倒来是一箍人倒来。他现在是世界有名的直销商呢。伊赚足侪钱的，总是因他们都有一个特色，他们赚很多钱，但是因也奉献足侪钱的，足甘奉献的，甘趁钱啊，甘奉献。这真正真水的一样事嘛。所以，互咱知影讲，每一个人做这样事时阵，上重要时阵，世界3大男高音为着一首诗特别献唱呢，特别唱圣诗呢。各位人，咱后边想去 YouTube 去看到因3个人唱的。It is well。伊即个考虑唱的时阵，你会发觉讲，哪有遮水的声？你感觉你目屎都淋落来，尤其是即5冬来。我后生不断受到凌辱，不断受到侮辱。我咧特别拢听即首诗，然后暗时家听听咧，啊目屎家忍咧，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拢总交互你。即个侮辱有可能网络拢袂消掉，虽然讲确实是互冤枉，确实拢判无罪，确实拢确定啊。总是网络有无？网络嘛是拢有。足侪教会嘛是袂接纳袂。电脑批判伊上济嘛是遮个牧师，也遮是学生。总是伊安怎，伊嘛是真坚强。伊都讲不要紧，上帝家己知，是非好歹，上帝家己知。我的心安宁就好，上帝叫咱三脚地地，咱也会去这样事，凡事使用上帝水的旨意，啥物代志都袂当，互咱甲上帝的听隔离，什么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什么事都不能跟我们神的爱隔绝，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。求你让我们知道，在鬼月我们没什么好害怕，因为我们心平安，我们心灵得安静，因为主给我们这是一个最大的平安、最大的祝福、最大的平静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多谢蔡长老伊真好的勉励，即是请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咱三个来吟诗，圣诗，第613首，圣诗第613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的清净河边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是请咱闭万心来奉献。请咱起立领奉献诗。请咱议员徛在，咱来吟上迎圣诗第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诗煞，请林牧师为咱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听见上帝话，行伫正人的内面，望每一位人伫上帝恩典疼痛祝福的中间，拢总得到祝福。愿上帝将这个疼来赏赐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拢得到永永远远。得到主的祝福到永远，对即时起到永代，阿门。请坐，咱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澳洲的圣工，咱请家己来看吼。过来奉献的部分嘛，请咱家己看吼。若有出入，咱来向出纳来更正。消息报告的部分。咱今仔日礼拜以后，还佫有小组的分享。那今仔日咱是分享箴言第4章20节到第9章18节。公道的事项较金句，拢伫小组来进行吼。
因为是真言的关系吼，迄个咱今仔就无请业长为咱来讲解吼，咱会当伫小组内面，咱踊跃咱就咱家己的迄个感动，咱来分享来交流。过来咱第2点，咱今日下晡咱1点妇女甲夫妇团契，咱有聚会吼。咱要邀请消费者无添加物协会廖文胜讲师吼，伊要分享走进厨房，远离药房吼。安尼。那请咱遐这会当嘛会后咱会当踊跃来做伙来听吼。过来咱下礼拜吼8月27吼，咱要1点半，咱要伫建成国中咱举办迄个趣味运动会吼。咱的分组就是照咱的小组的分组来进行。所以其他的有诶，若无伫小组内面，咱要报名的，咱伫迄个公报栏的后壁，咱请咱紧来填写吼。过来咱中级训练会吼，咱9月初二伫9点到下晡3点伫济南教会吼。咱请咱中级会当来留意吼。后礼拜新安讲的进度嘛，咱请咱家己来看吼。这是咱的灭岛避讳，咱请生活队为咱唱祝歌。这是咱会当互相来行平安礼。